恁着踮伫我，我也踮伫恁。即使枝无连伫葡萄树，就袂为家己结果子。恁若无踮伫我，也是安尼。三角吟圣诗来学了上帝，圣诗34首，圣诗第34首。天父上帝，至大仁爱，真爱起你。教士咱祈祷文三甲来祈祷，愿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帝国永高，你的旨意得食，你对人亲像天，愿日息行的法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你带阮入去，就救阮脱害，因为福安宁平安乐所，大家福气。咱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日本着为了多人来受苦，定是第4来从轮毂，第3日对世人中国话，天。他最尊的来上帝的话语，因为你要来相信华人世人，我是圣经，我是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天道的相通，最佳的绝对的话，永远的话，阿门。较济。三角来交托，启应文第61篇。启应文第61篇伫圣诗的后面，1111面。恁才会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。基督促进咱的和平。因家己的身躯拆毁，甲因挂架开的墙。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。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。安尼，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，予所有的人。
通过基督，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，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。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，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。请咱三甲額頭，三甲來感謝。過去之地。現在之地，將來也的確永遠之地。阮佇天靈阿爸爸上帝，我們感謝你，學落你的聖尊名，因為你佇過去的逐世代做阮的幫贊，你也是阮將來的願望。主阮軍隊歷代信徒信仰的腳步，建立教會，管傳福音，做一個真本分的基督徒。你也賞賜阮有智慧，會曉判斷代志；賞賜阮有家庭、有親人，時大時小。伫早日，阮也享受中秋節期家族團圓的燒熱甲溫暖。主，阮感謝你。主，阮也要閣一擺懇求主你，繼續施恩賜福佇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甲因的家庭。我也決意一生要軍隊助力，來跑走這條永遠活的道路。是阮疼痛的主，阮這時也要為着阮佇2禮拜前有新選出新任的長執，以及各團契陸續選出新的會長甲新的同工來祈禱。主，你捌教示阮，教會侍奉的工作。是愛親像主耶穌基督，屈落本身來為着信徒洗腳，也應該用謙卑順服的心來服侍教會，利益眾人，也愛用堅定佮美好的信仰來做信徒的模範。主，阮感謝你，也要懇求你繼續做阮教會的頭，親自來帶領這個有踏入第71年的教會。有新的異象，甲新的傳福音的方向，特別是佇阮無久以後就要開始展開新的聘務的工作。我要將一切的事工攏歸榮光佇主你，求你接納阮的懇求，也聽阮的祈禱。主，阮感謝你無煞。佇禮拜的大聲，求主你閣一擺安靜阮的心，幫助阮摒空內心一切的雜念。只有主神來看你，阮安尼祈禱攏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所求，阿門。學樂要請咱合唱團，因遐所有音的指示，願上帝平安惦佇恁。
三甲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罗马人书第12章第1节，圣经新约罗马人书第12章第1节，伫大汉本的圣经新约的部分182面。罗马人书第12章第1节，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活的、圣的，上帝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心灵的服侍，无得甲这世间相款，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顺全的旨意。因为我对所予我的恩，甲恁中间逐人讲，恁所想来劝导家己，毋通搬过伫应该想的，所想。就安分来想，照上帝所想事，逐人信的分量。因为亲像咱一身有百体，若是百体的功用无拢相共，安尼咱做人踮伫基督做一身，逐个三共做体。第6节。照咱所予咱的恩已经得到恩赐，各无相同。或是做先知就着照神的分量来讲；或是办代志，就旨意伫办代志；或是教示人的，就旨意伫教示；或是劝勉的，就旨意伫劝勉；救助的，就用实心；治理的，就用温群；怜悯的，就用欢喜。第9节，听着无假，怨恨歹，亲近好，疼兄弟，着相亲爱，敬重人，着相推尊，论温群，毋通贫惰；论心志，着热热；论主，着服侍；伫愿望着欢喜，伫患难着吞忍，伫祈祷着常常。圣徒所欠缺的，就攻击伊；出外人就对伊好款待因；困着你的，就甲因祝福；就祝福，无得咒詛。第15节，甲欢喜的人三甲欢喜，甲啼哭的人三甲啼哭。三款待就共一样的心，心智无得好悬，就促就卑微的，无得掠家己做有知识，无得用歹报歹。伫正人的面前，就多无才好事。若为得通甲正人和，就着尽力甲因和。圣经以上。煞接讲道要请咱教会张牧师来讲道结连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叫做世界圣餐主日。普世圣餐主日，这个日期是因为差不多90年前，1933，迄个时阵美国拄经济大萧条，非常这个经济非常的歹。1933年伫欧洲的大陆也开始法西斯主义、纳粹主义也开始咧兴起，所以大家拢感受到。整个时代所带来的威胁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伫 Pittsburgh 即个美国长老教会一个牧师叫Hugh Curt， 即个牧师，伊感觉面对即个时代咱更较需要合一，更需要互相来接纳，互相来连接，所以伊就伫遐来发起。伊主要伊讲，伊发起全世界来守圣餐，这个目的第一项当然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疼。每一届咱来守圣餐，绝对拢爱去提到，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以及伊为着咱所流的血，所以咱才有多人甲上帝立一个新约。这个救赎的恩典，伫逐摆的圣餐内底，咱拢一定会去提醒咱大家。总是毋是干那安尼？伫圣餐的内底，咱的见证，上帝伊毋是干那
伊的关联毋是干伫教会内，毋是干那伫基督徒的中间，伊是历史的主宰，伊是创造的主。所以上帝伫人类的政治也好、经济也好，咱逐工的生活的环境，伊对咱有绝对的主权。咱爱尊重上帝的主权，毋是用人的贪心、用人的欲望，伫迄个所在来互即个世界变甲遮乱。当然，圣餐一个真大意义。咱真少家己一个人咧守圣餐，伫疫情的中间，有啦，咱家己伫厝里做准备圣餐，总是咱嘛透过网络，咱家己准备，总是甲其他的人，大家做伙伫迄个所在来守圣餐，来表明族群的合一。伫耶稣基督内底，无分阶级的关系，无分种族，无分你敬拜的方式。你是灵恩派，你是福音派，你是什么派，拢无关系。咱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底，照咱家己的性格，照咱的文化，咱的敬拜上帝，伫耶稣基督内底是一体。规个世界应该来追求即种的和平。所以伊安尼来发起，总是无马上引起大家的回响啦。到1940年，1940年10月初6。长老教会甲卫理公会，因甲真有意思。因迄个时阵，欧洲已经开始发生战争啊，所以因就第下呼吁讲，所有教会，咱大家烧少伫10月的第一礼拜，咱来守圣餐，来提醒咱的地位，来提醒咱甲上帝关系，来提醒咱平平得到稳定的人，都爱用疼来结连，伫圣餐内底来结连。所以咱今日要守圣餐。我想圣餐的意义，咱大家伫教会已经真久，大概也拢知影。咱伫最近一直咧讲约，上帝通过约来甲人互动。旧约的中间，上帝用10条诫，用足侪摩西的律法来希望恁遵守这个律法，毋通害人，毋通贪别人的物件，毋通安那。这是上帝所欢喜的。这旧约恁爱守互全。如果恁若无意中去犯着约，这律法，你都要用精神来代替你赎罪。所以旧约的中间，咱看见利未记也好，民数记也好，有足多就是爱提这精神的血，伊的牺牲赎我的罪，互我会当伫上帝面前看做是公义的。总是到主耶稣基督，伫迄个暗暝，伫最后晚餐的时，伊伫遐来废止旧约。今仔日这个已经是新约。伊家己本身诚做活活的祭物，一个无罪的来替换有罪的，替咱付这个罪的代价，替咱来死，然后互咱甲上帝立一个新约。所以这是咱大家咧守圣餐的时，咱拢提杯祝谢讲，这个是我的血所流的，是互恁通过这个血，知影恁是甲上帝立新约的关系的百姓。所以咱伫遮会通知影圣餐。咱咧守，就是望咱提醒咱领受恩典。耶稣基督为着我来死，但以后我得到救赎了后，我的性命为着伊来活。我的人生毋是我说了算，我的人生以后，耶稣基督伫我的内底做一个真重要的主。伊安怎讲，我要安尼来行来做。所以伫圣餐内底，咱嘛伫迄个所在来反省咱家己。所以你若读哥林多前书11章，保罗伊提醒哥林多教会守圣餐都乱庆庆，有诶较早来就先食到饱饱，甚至啉酒醉。伊伫哥林多前书11章讲，恁安尼来对得起上帝赎回，为咱牺牲这种神圣的仪式，你甲变做到安尼。所以，劝哥林多教会兄弟姊妹，逐摆来守圣餐。你要用适当的态度，要用相称的态度，就是伫迄个所在知影，毋是讲因为我道德比人较好，毋是讲我阶级较悬我是贵族迄个是奴隶。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咱拢加一个身份，你是罪人。伫罪中间，咱领受恩典，来反省咱家己的软弱，然后用伫上帝面前认罪。过落去，守圣餐了后，咱来用圣洁的行为，以及对上帝较大的信心，来回应这种救赎的恩典。
直到主的再临。所以今日咱犹原用这种的心情，甲全世界各所在的基督徒，你通想讲啊，圣公会也好，甚至天主教会也好，也是这个灵恩派的教会、黑人的教会，因用各种的方法来敬拜上帝，总是一个精神，就是伫基督内底，咱是一体的。咱伫遮用感谢的心要来收圣餐，要甲所有的基督徒三甲结连。咱通过耶稣基督，嘛要甲上帝三结连。所以我今日题目就是结连。啊，希望会通通过这个信息，甲咱大家三甲勉励，请甲我做伙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今仔日活伫一个非常混乱的世界。甲90年前，1933年，伫经济上这个经济大萧条，伫政治上、伫军事上有真侪战争的风声。虽然阮经过将近100年，阮也咧共款面对整个世界这种互人真艰苦心的情形。主啊，阮阁一届需要倒转来到你的面前来反省，伫你的面前来认罪，也伫你的面前来彼此勉励。伫基督内底，咱是兄弟，咱是姊妹。虽然意见无同，虽然政治的形态无同，大家想法无相像，总是因为疼。亲像上帝你疼阮，阮愿意用疼来结连三甲伫主耶稣基督内底，来互这个世界变得更较好，互阮的家庭，互阮的教会，也互阮家己本身，会通因为甲主密切的结连，就结出侪侪上帝所欢喜的果子。求你互阮通过今仔日的信息，搁一摆来思考，阮甲上帝你迄个结连的关系到底是强还是弱？阮甲阮厝里的人，阮甲家庭、朋友、兄弟姊妹，阮的三甲结连，是毋是有下伫上帝你的心意？求你听阮的祈祷，通过今日的信息，也用圣神对阮每一人来讲话。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们。头先我是咧讲结连也是连结吼，大家拢讲会通吼，连结结连咱大家拢知影意思。所以我咧准备讲道的时阵，第一场华语我讲，我若甲写讲结连，用华语来讲结连，好像中文无人安尼讲嘛吼。中文无人，大家中文你爱讲结连才对。所以我就想讲有足侪只华语甲台语吼，真趣味有迄个倒装句的迄种的差别吼。所以用几句咱来趣味，咱来读看卖。我来读华语，恁来读台语啦吼。我华语是用迄个黄色的吼，我来读恁读台语看卖。客人热闹。尺寸，且慢，北上，就北上，咱捌讲北上嘛吼，对吧？外出，习惯，台风，命运，文明，命运，台语都讲得通啦吼喜欢，前头，连结。连结，买三讲嘅台语买迄个，我想最后要互大家知，这台倒装句有点趣味。我相信咱大家同意讲，今仔咱活伫一个无法度脱离外界结连的时代，连结比迄个时代吼，以用我的话来讲是早期吼，我住伫中华庄卡，时空的限制对咱的活动真有影响。我伫庄卡要去到中华，要到台中是大代志，足欢喜咧，会当去到外界的世界。若要甲人外口较远的人，一定爱写批，一定拢爱用写批，所以连接不太容易。就是咱的生活圈很小，拢伫咱周围。我印象真深吼，阮兜第一遍吼接电话，装一支电话是1967年啦，足兴奋的。第一遍敲电话，迄上假的。我还记阮的第一个电话号码是530，
有啊，接线生啊，这530番啦吼，迄个啊，拜托你接468番安尼，啊，迄个接线生在底下甲你接，啊有通啊，你才能够打，啊是用安尼开始啊，电话真方便用，真方便。后来你知影变做转盘的电话，用按键的电话，过落去啊，你根本就电话压咧，你嘛免有电话线，压到倒位讲到倒位，哦，足方便的。然后我到1991年去到美国的时阵，啊，有一个别人甲我介绍讲，牧师你爱会晓用 email， 我什么叫做 email？ 伊讲 email 免钱咧，啊，你即马写对方马上收到啊，哪有即种物件？啊，袂晓用迄个 email 啊，后来今仔日咱 email 对咱来讲太方便，咱即马拢用 line 来做这个代志。啊，我嘛印象足深咧，毋知咱中间一寡中七会记得袂？96年我第2遍转来到南门教会时，有一摆我出去外口探访，咱有一个会友拄伫要过身，找无我啦，找无我，所以后来长老中七讲啊，无咱甲牧师申请一个BB call 批照，吼，那有代志卡去啊，你听到紧叫伊敲电话，讲啊到底什么代志找着人，迄是96年的代志。到今仔日，咱已经进入到 iPhone 15等等，总是连接的工具遮尔啊方便，啊有时对阮这较有会人来讲，我感觉阮敢若是活伫现代的原始人啦吼。我这个手机吼，我看伊的功能，我毋知用有一半无啊。啊，伊功能遐尼多，遐尼好用，总是今仔日咱一直爱学这物件，连接对外口足方便的。其实伫阮兜第1遍到电话的时阵，这 Internet 就开始咧发展啊。咱知影网络的时代啊，大家拢讲迄是1969年啊，一个里奥纳多这个教授，伊第1遍为这个 UCLA 电脑甲北加州的斯坦福大学的电脑甲伊串联起来啊，然后今仔日咱等于是伫网际网络的世界，咱50年后伫你伫迄个少年时，你想象袂到讲，打电话免钱，啊，毋着敢若听到声，你也看到人，随时已经无时间空间的限制。今日咱伫即个所在，如果你也讲迄牧师讲道足无聊，你就摕手机起来，外口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现前马上知影即摆发生什么代志。咱伫遐甲人 FaceTime， 咱伫遐甲人讲话，这连接了。遐尔啊紧密，遐尔啊快速，遐尔啊方便。昨下我要看一下 YouTube， 哇，毋知是安尼电脑速度哪会遐慢，敢叫断讯去安尼，我心内就感觉一直甲气啊，是安那呢啊，速度慢去，还是断讯去？那变做说，无即个手机，无即个甲人外界连接，你会感觉足歹过咧。以前咱都毋免这物件，咱嘛过甲足好。今仔日咱为着即个 internet 啊断讯，你会感觉，哎呀，到底是安那啦？我都足想要知影这你一定真 complain 讲啊，中华电信还是倒一间公司，你迄个 internet 速度嘛用较好势一下，咱拢经验这个代志。所以咱看见讲，即几年内底 internet 改变世界，手机改变世界，总是今仔个开始甲你讲有 AI 等等，所以你用 internet 看的时阵。啊，对即个人，啊，对即个声，啊，无一定真正是伊的。眼见不一定为凭，耳听不一定为证呢。你看到、听到，你也爱心内个存疑。这将来要安怎发展？会发展到什么款的程度？事实上，咱真好奇，我嘛真好奇，到阮孙的时阵，这世界是变做什么款？啊，伫internet世界会变做一种。因为方便连接方便，至到你毋免直接甲人面对面，有一个虚拟的世界。所以咱看有真侪少年人，我看日本讲有一寡少年人吼，家己关在房间内底，规10年摆出来啦，伊都甲电脑就好啊，伊伫电脑内底耍 game 啦，甲人讲话啦，当伫迄个所在。所以咱嘛知影，即摆诈骗安尼遐多，有真侪人啊，咱听到感觉足寒咧。什么是伊拉克的军医啦？我网爱啦吼，我表达爱意啊，咱都啊嘛是有人去互骗去咧。
虚拟形象，我隐藏我家己，我要查甫，我假做查某的，我用查某的化名，甲对方伫迄个所在，你嘛毋知影对方迄个到底查甫啊查某，伊真实到底是甚物款？伫虚拟的世界内底，大家去享受迄个，敢若有，总是实际上是虚的，是空的，迄种会人际关系。所以今仔日有真侪人讲，伊都怪我毋免秀才毋免出门啊，能知天下事，毋过也不一定你知的是事实。所以伫虚拟世界内底，有的人干脆安，因为伊频段甲人真实来接触。你若要甲人建立关系，你若要实际伫即个真实的世界甲人做伙，你需要付出一寡代价。所以咱看见今仔日咱伫即个选举，特别选举伫要到，你都毋知影你收到咱的信息到底是真诶假。所以有时咱一直咧有人咧甲咱考劝讲，你毋通收到这，就马上去传出去。事实上，有真侪代志，咱确实毋知影真诶假。所以网络的霸凌啦、诈骗啦，我敢若有一台电脑我凊彩你要查到我来也无遐简单。一个矛盾的现象就是讲，连接工具愈发达，反而是和实体人际关系的结连愈疏远。实际上，咱疫情了后，教会生活嘛受到这种影响，是咱会通伫网络上做礼拜，终究你无实体甲兄弟姊妹接触，你伫遐做礼拜，各方面有的人是因为年纪大，行动不便，迄是不得已的。总是事实上，网络的礼拜实际上甲咱实体礼拜还是有一点差别啦吼。有即个你伫即种的内底，你有时会变做愈退缩，连结越方便，你愈退缩。这确实有影，你要甲人建立关系，要甲人结连，无好处理，人际关系无好处理。上帝创造咱遮尔无相像，每一人的性格、伊成长的环境，无一定喺人生中间所受到的创伤也是安那，拢会影响伊的思想、动作对代志的看法。大家人的价值观嘛无共，有的人感觉这足重要咧，有的人感觉敢有遐严重。大家人有足无共的所在，所以咱伫迄个中间的时阵，咱要甲人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时，事实上是需要坚定努力啦。人际关系好甲歹，影响咱足侪。你甲厝里的人，你甲太太关系若无好，你伫厝里嘛真艰苦，影响到你的情绪，影响到你逐工的生活。你甲亲子关系若无真好的时阵，你艰苦心。为什么家己生的囝伊会安尼来想？为什么？咱听伊到安尼，伊袂感受到。伫团体内底，咱需要伫办公室，咱来甲其他无共款的人伫遐来做伙，同工做代志，拢是对咱来讲是做一个真大的挑战甲学习。所以要甲人连接，要有好的关系、好的人缘，无简单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：做人难，人难做，难做人。确实安尼啦，足歹做人。到底我都要安那来面对各种无共款的人，用无共款的方法来对待伊。对咱上亲近的人、家庭的人来讲，咱甲伊斗阵遐久，你当然你讲甲翁仔某困破规领草树啊，你嘛无一定完全了解伊。迄种的关系，实际上是真歹处理。你要甲人结连，实际上是一个需要付出时间、精神，嘛需要冒险。我想咱大家拢有迄个感受到，朋友若较细、较久无联络，确实迄个感情会较淡薄去。咱需要有实体的联络，定有迄种的联系。所以你感觉这个关系真重要，你就愿意付出时间去经营。迄关系等伫遐，就是会渐渐疏去。你若无去经营，无去关心，这个关系有一天会断去。但是我要去经营迄个关系时，
有时会变做我嘛惊，我真正疼，付出全部真情，真正会疼。我对你没有隐藏，我敞开我自己，大项拢互你真了解，互你知影我用你的立场来甲我交配建立关系，嘛真容易受到伤害。所以咱定来咧讲，伤害我们最深的就是我们最爱的人，因为咱对于就真正就是亲像爱你。所以台语咱拢知影，疼爱甲迄个疼。港音是非常有意思，因为你疼迄个人，你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心讲，我会受到伤害，我家己本身会疼，会真正疼。所以我无写咧唱卡拉 OK 啦，我咧准备讲的时找到这条歌吼，这毋是阮太太啦吼，毋是无顺的名小我讲啦吼，讲叫做疼着才知疼，爱着才知疼啊。我网络上去找讲，这条歌词真有意思哦吼！这一个互伊所爱的人甲伊欺骗，总是都迄个关系斩袂断啦。家己心内非常哀怨。这个歌词趣味，我读互咱听吼。为着今仔日你要来找我对下早等到半暝，我拢是相信讲，你有一天会甲阮来做伴。总是到呾无影无食吼，我无法度想象，若无你，我要安生活落去？我要安度我的生命？寒风也冷袂过你对我的心肝，你对我遐尼冷，我这么爱你，你对我这么冷，你哪会甘安尼来糟蹋着我？所以爱着你心惊惊，若想着你我心痛痛。第20个我趣味，总是。我就知影明明会受伤，总是我无法度将我的感情来收煞。看到你今仔日去爱着别人，亲像你安尼，毋知是毋是咧应付我，毋知影啦。我看到你甲人遐亲近吼，安怎我心内袂疼？所以我看到你心惊惊，这段关系毋知我当继续落去无？想到你我心痛痛。后壁这两句上有意。今仔日我老实讲，无资格通对你讲什么条件啦吼。总是有一天吼，等别人对待你，亲像你今日对待我吼，爱着你才知疼。这有意思吼。最后这一句话，今仔日你若亲像你用这种态度对我，有一天你爱迄个人，安尼来对你不冷不热吼，你爱着你才知疼。有意思的歌啦吼。这后摆咱拜托。万民中来唱，互咱听，看卖是安尼，爱着才知疼吼。这也是伫咱信仰内底，伊疼世间到安尼，疼到一个愿意忍受完全的疼。所以约翰3章16节，因为上帝将独生囝赏赐世间，互囝仔生日的未定会得到永活。这个约翰讲，伊疼世间到安尼。听到一个程度，讲我甘愿道成肉体，甘愿来为着世间人死伫十字架顶来忍受这种肉体完全的疼，我甘愿献上我的性命，因为伊疼世间到安尼，到一个程度就是完全付出啊啦。上重要的性命我拢听我放下。将我的这个身体伫十字架顶忍受痛苦，因为我会安尼做，目的就是不爱互世间人因为罪甲上帝隔离。我的目的就是不爱互罪人就永远沉沦，因为恁罪恁无法度解决，圣洁公义的上帝无法度接纳，我无法度通忍受讲罪人永远的沉沦，所以我愿意来。道成肉体，因为疼，神爱世人，疼世间到安尼，到迄个程度。我想这个就是咱今日所会通感谢的。所以今仔日基督教上大，咱讲上大的核心价值咧，讲疼。约翰意思讲所疼下滴啊，你上帝若疼咱到安尼，如果你若能体会。迄个上帝对咱的疼到这种的程度，
那安尼你唔通白白领受恩典，咱嘛就安尼来相听。华语的圣经讲，既然上帝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既然是已经完成事，上帝的耶稣基督听咱到这种的程度的时，你敢无应该听上帝？你敢无应该用这种的听来听别人？所以耶稣讲，摩西的律法旧约的中间，迄个律法千千万万条，总是上大干那两项尔啦。上大改变就是用听来对待你的上帝，用听来听别人，甲这两项尔，用听来结连。因为听，我要甲上帝结连；因为听，我要甲人相结连。这是基督教的核心价值，用听来结连。今日咱所读的圣经真长，其实我应该读到21节啦，吼。主要保罗对罗马的教会伫最后勉励生活的勉励内底，伊讲听结连是会爱冒险的，吼。你爱为纯办讲我会听迄种的程度，咱讲喙齿甲舌头拢会相夹，因两个上亲呢。我想共款安尼。每一段关系愈亲密，你有时听的机会愈大，听非常艰苦的受到伤害的机会也愈大。咱上听的人，确实上容易受到伤害。若无咱就讲迄都因兜的代志，意思甲我无关系啊，关系真亲嘛，因兜的代，因兜的火烧厝甲我无关系。总是若甲你真亲的人。你所受到的迄个艰苦就非常的大，所以距离有时会产生美感。我保持距离真好，到底生活都无共啊。所以大家要结婚时，我拢爱勉励新人，确实恋爱真好啦，恋爱真好，大家带到家己的厝，来约会，来讲这个代志。所以婚姻的生活无共。婚姻生活，大家斗阵了，迄个亲密各方面，你会感受到，甲我想的无共，人甲人来遐无共，查甫的想法甲查某的想法，哪会遐尼差遐多？迄个价值观，迄个对各种的代志，上帝创造咱拢无共嘛，无可能甲你相像的。所以咱对保罗马12章的时阵，伊真简洁，伊一节一节拢真短，提醒大家。伊甲罗马教会讲，今仔日也是咱今日所读的这个课文，以后所教会嘛是共款。外邦人、犹太人伫上帝面前已经拢成做一体。伊虽然甲你真无相像，就敢咱身体各种的器官拢无相像，耳也无可能甲目睭看起来共款，总是伊有伊的功能。这个发挥伊的功能，这个功能，你袂当看我看你的形体，我看了真袂欣赏，无各有功能。咱是一体，特别咱伫婚姻的生活内底，翁某是一体。伫迄个中间，大家真正是男生女生的想法有时会差真多。所以上帝甲咱安排做咱的伴，做咱人生的伴侣，一定有伊需要咱互相学习的所在。伫婚姻内底，翁某是一体；教会的生活内底，每一人是一体。伫基督内底，咱是一体。所以保罗伫罗马书12章，伊讲，咱爱学习用正确合宜的眼光来看结连人甲人中间的关系，来看教会这个团体，来看其他的兄弟姊妹，来看我的同事，来看我其他的这个关系，也嘛来看咱家己。所以我想，咱对罗马书12章，咱第一章12章1、12节，咱真熟啦。咱今日读较长，读到21节吼，大概有4个方向。第一个就是外在的观念，第二个就是保罗劝咱要与时俱进啦吼，心智定定爱更新，毋是干那足古板的想安尼就是安尼。你爱互上帝话来更新你的想法，来查验上帝的心意。第三，伊讲你安那来看家己；第四，你安那来看别人。这是罗马书12章1节到21节。第一项，我想咱大家讲真多啊，
就是讲献家己做活祭。我想咱大家拢听过，即个美国一个真出名的教育家叫杜威。迄个杜威伊讲一句名言啦吼，伊讲教育即生活，生活即教育。咱毋是讲我甲囡仔送去幼稚园、送去学校，互因受教育，迄只叫做教育，毋是。杜威讲，你囡仔从细汉伫你边啊，逐工的生活拢是对伊来讲是一个教育，是一个学习。你任何场合、任何机会，你拢会通甲伊教育。教育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教育。用这个观念来看，对基督徒来讲，对12章第1节来讲，伊讲。你逐工的生活就是咧敬拜，我毋是甲礼拜日10点半到11点半这段时间我咧敬拜。我今日离开教会这个大门，我嘛是遐咧敬拜。我倒转去到厝，我明仔载去上班，迄个就是我的圣殿，就是我敬拜的所在。这是我的，是献祭。逐工的生活是用尊重上帝，我毋敢得罪上帝，我咧献祭予上帝。今日公司派我这个代志，我甲这个代志尽我的气力做好，嘛是咧应光上帝，咧利益人，是咧献祭予上帝。这个就是咱逐工随时上有一句俗语讲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就用这种的观念，逐工的生活伫咱头壳顶上帝咧看，上帝互咱逐工的生活就是咧敬拜上帝，献祭。旧约内底咱看，这一定是爱无瑕疵，毋是迄个一糜烂的生活。你用迄糜烂的生活，毋是咧献祭，是咧拍拉撒迄个上帝，享受咱的活命。所以提醒家己，逐工敬畏，用敬虔的心来过日子。所以咱大家真爱弥迦书6章的第8节，上帝毋是爱你千万条的这个。羊的献祭，还是讲这侪油来献祭？上帝真清楚伫旧约到新约，甲咱讲，伊爱咱什么？伊爱咱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谦卑，甲上帝三角行。对代志就行公义，毋是要求家己的利益。上帝互我这个地位，互我有保一管权柄，我毋是要谋求家己的利益，我用公义来做代志。对公义、对代志，我行公义；对其他的人，咱较有怜悯、体贴的心，心存怜悯。今仔日伊的办事的能力，可能无像着你安尼，伊无法度通照你的所要求完成。所以我小可用怜悯的心来对人，对家己谦卑。上帝互我今仔日有伊的意义，我爱家己来遵守好势。对上帝就是，甲上帝亦步亦趋。同心同行，谦卑甲你的上帝，过咱伫世间每一天的日子。所以这第一项，献心做活祭，敬拜即生活，生活即敬拜。第二个是心智的换心。伊讲无伫甲世间共款，世间的流行一直咧变。即摆咧追求这，咱实在想象不到，讲一个名牌包会通100万，咱无通想象的。开名车等等这，世间咧追求名声甲地位，总是咱的心智真清楚。我的人生中，什么是较有价值，什么是较无价值的。举一个例来讲，耶稣捌讲过一个譬如列撒罗甲好野人的故事。迄个好野人伫当时可能是真有地位。一个人生的胜利组，食好穿好，荣华富贵有权柄。就是迄个去食列撒罗伫遐，所以伫上帝眼讲，反而是这个列撒罗受上帝启动。所以咱今仔日讲心情换心，就是毋是用世界咧追求这，我嘛都爱跟人家斗闹热。对人去追求迄个物件，今仔我若无即个包，我真艰苦；我若无即个衫，我若无即个，遐代志毋是遐尼重要。
迎合社会的潮流，人今日咧流行这，咱就跟人这；今日人的价值观是安，咱就跟迄个价值观。伊讲爱查验，逐工查验。上帝伫这个时阵伫台湾，我做一个伫台湾咧生活的人，什么是他的意义？神力不是贴近民意，不是主流民意，是神的意思到底爱我对这样代志做什么款的反应？什么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顺转的旨意？我爱去追求迄个代志，迄个是我爱知影的代志。第三项，佫衬托家己，这大人话可能即马较少咧用。我想应该是你爱安那来衡量你家己啦吼。所以第四节、第五节讲，你所想来衬托家己，唔通搬过伫应该想的，所想着安分来想。上帝这个时阵甲我摆伫这个所在，我只要对上帝信心，对我家己的了解，对整个情况，我知道我的定位应该在哪里。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唔好，我拢比别人较好。台湾若无选到我，会完蛋。这个有时候过分高抬自己了，自我形象低贱嘛唔好。我是无路用啦，逐项都袂晓打。我照上帝赏赐咱的信的分量，上帝创造我这人绝对有伊我特殊的所在，是别人无的。我照迄个信对家己的自信，上帝互我看得合乎中道。虽然大家真无共，总是我知影伫整个环境中间，我的迄个地位，我应该扮演什么款的角色，我会真清楚。所以人讲迄个属灵的成熟度，甲家己对本身的角色，以及伫这个状态内底，我安那去反应。是成正比，你愈清楚家己应该伫这个时阵做什么款的判断，所以来衡量自己是看家己合乎中道。最后就是讲用听，我这个落去就足长啊，听兄弟三亲来敬重人三推尊，有人欠亏你供给伊好款待等等遮，就促就卑微的人，伊每一句都很短，嘛拢真清楚。敬重、推尊、互通有无，时刻会甲人有一种感同身受。虽然我毋是你，总是我会通去体会你即摆处境。我愿意伫迄个所在来尽我的气力来帮助。今日咱无读到20节、21节，伊讲所听兄弟无伫家己心愿，就忍气较好。因有记载讲，主讲心愿在伫我要报应伊。你若会当，若是对着枵，你互伊食，喙焦互伊啉。因为行安尼是将热热的火炭贴伫伊的头壳顶。21节讲，无伫互歹较赢，但用好来较赢歹。是咱有时会被误会，咱有时会被错误的对待，咱会感觉愤愤不平。保罗讲，万者咱遐尼紧去反应，莫冲动为着家己来讨公道，小论一下，看上帝安怎去处理这个代志。最后，毋茫讲会通进一步。今仔日虽然我互人误会也好，等等也好，我用好来较赢迄个歹，这一个真学的功课。所以今仔日咱用结论，世界圣餐主日，今仔足侪所在拢咧守圣餐，拢无相像，无共款的方式等等，总是咱侪人。最无共款的性格想法的人，今仔咱做伙要食守圣餐，咱是耶稣基督内底是一体，所以伫耶稣基督内底，每一人拢有应该发挥的功能，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。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？伊疼人到一个程度，愿意为着咱来牺牲；认同人到一个程度，愿意来牺牲伊所有。我想，这也是咱台人接物以及甲人结连一个最高的模范。
耶稣基督是我的模范。咱用这个金句，罗马书12章第9到12节来做咱今仔日做伙来勉励家己的吼，来提醒咱家己，咱做伙来读。听着无假，万分歹，亲近好。听兄弟着三亲爱，敬重人着三推尊。论温群，唔通变端；论心志，着热烈；论主，着服侍；伫愿望，着欢喜；伫患难，着吞忍；伫祈祷，着常常。罗马书12章第9到12节，咱用这来彼此提醒，做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有听到你的教示，我也真意爱照你的教示来行。恳求你用圣心来帮助阮，阮是遮尔无完全，阮需要上帝你气力的扶持，互阮知道理，也有迄个能力，通行出迄个道理，互阮甲人、甲上帝拢有真好的结连。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三甲来回应上帝话，圣诗530首，请来吟圣诗530首。请起立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所有教会的陪参者，就是你把领受过洗礼、告别过信仰，不管伫倒一个教会、伫倒一个教派，拢欢迎来甲主共坐道。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伫最后晚餐的时，主耶稣甲伊讲，这个是旧约的结束，是新约的开始。伊用你桌顶的饼对学生讲：看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伫无偌久以后，要为着恁拍破的，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伊摕桌顶迄个红色的葡萄酒对学生讲：看，这个亲像血，是伫我的血所流的，互恁食着我为着恁赎罪搬过这羊羔的血。互恁来诚做上帝囝儿，赎罪的工程已经煞，伫主耶稣基督，咱诚做信约稳定的百姓，咱着照主耶稣所吩咐的，摕饼
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为着你甲我，咱所有人会做欢喜来拍破的，咱来领受这个稳定的记号，搁一摆确信，咱是主上帝所听的经历，请咱长老来侍奉。保罗讲，无义人连一个都无。咱本来拢幸福伫罪恶甲死的捆绑的内底，主耶稣基督为着咱开一条活路，咱甲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，三甲领受一个稳定的记号，信约的记号。主耶稣基督为着咱，为着我来死，来赎罪。这个是伊的身躯为着我来拍破的。我用感谢的心来领受。毋知咱要有人，也未领受到，请举一个手，互长老知影。也未领受到的，楼顶有人，大家拢有摕到无？等你摕到了，请先将迄个塑胶的迄个套子甲伊先套开，先甲这个套子套开。咱的心为这个是主耶稣为着你甲我的罪来拍破伊的身体，咱三个领受一个记号。接了后，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神约，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是咱甲上帝立新约的记号。咱用领受这个杯来纪念，咱是神约的百姓。咱三个准备先来念这首363首
3甲8饼，咱同心来跪祷。圣诗第363首。还袂惊受着无？这个是信仰的机会，伫主耶稣基督的为所设立的，咱行礼来纪念伊。这是为着咱所留的宝贝，也是咱信仰的记号，咱先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纪念伊为着咱的罪来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上帝平安，甲咱三甲一个。举行奉献。奉献的感谢信息382首，请起立。Amen.
这是我来报告第一教会消息。第一，每年10月第1主日是世界的圣餐主日，全世界基督徒伫今仔日以一齐领受上帝恩典圣餐。咱今日2场礼拜拢有圣餐来甲主耶稣共道。礼拜后请大家留落来交易，互相请安。小会公告，咱长老教会法规小重要的公告爱公告2摆2礼拜，所以今仔日是第2摆。第一个9月17号会员好会中集选举的结果，长老当选2名，赵碧光、叶振阿。执事当选6名，吴庆穗、陈秀玲、陈真武、杨嘉欣、陈小文、叶凤玉。执事有欠1名，明年会补选吼。新任的中执预定11月初5就任，任期4年。第2项，7月30日第4次小会的决议是关于2位牧师的任期甲后续聘务的代志吼。有决议第1点，张宣信主任牧师甲张子良教牧师4年任期，拢到2024年7月31日为止。为着互因有充裕的时间通做生涯规划。有决议拜吴中勇、罗明允2位长老，伫迄日有正式通知2位牧师吼。第2，聘务的工作等9月17，新任的中执选出了后，爱召开共识会议，则就会开始聘务的工作吼。第3点是9月17的第5次小会的决议。第1点，同意教会牧师张子良申请有救休假3个月，也是对10月初1到12月31为止吼。今仔日开始有3个月的休假。第2，因为原来的复合教会决议无要加入台湾长老教会系统，所以咱本会伫9月初1开始，已经甲伊终止会判关系，会判教会的关系吼。但是请伫主内，咱继续甲伊互相关心代祷。而且我要补充1点，就是咱即个张牧师吼，张主任牧师已经伫顶礼拜日9月24号吼，伫新增教会的会员好会通过即个监选的聘任吼，所以张牧师真恭喜已经通过下任的新增教会牧师的聘任吼。报告第3点，第4季的事工的议程表已经列伫即个咱周报的内面吼，请咱家己来看。下礼拜10月初8日新竹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，学校有派苏进财牧师前来本堂请安正道。第5点，咱教会欠即个清洁的当工吼，有一段时间吼，一直请袂好势吼。咱若注意即个代志，咱若有拄有熟悉会当帮忙来做即个清洁的工作的人，请多多帮忙介绍吼。若有即个适当的人选，请互牧师知影。教界消息甲大道的事项，请咱家己来看。以上报告，请牧师来补充。好，介绍阮这前辈吼，陈显年牧师。足久毋捌看到伊，今日来甲咱做伙做礼拜。陈显年牧师，欢迎你来。其他我无资料，毋知有需要我特别介绍的人无吼？特别望礼拜煞有机会，大家小可来交陪一下吼，加迄落。主要是你会记咧摕今仔日的行事历吼，对10月到12月。我讲即届即季足特别的吼，有14礼拜，10月初1到礼拜日，到今年最后一天12月31礼拜日。一般一季拢13礼拜尔，但即届是14礼拜。其中一个较特别的就是，咱联合礼拜有两届吼，就是12月24是圣诞节赞美礼拜，迄天咱就第1场。都无吼，咱做伙伫遮做联合礼拜、圣诞节礼拜。12月31也是2023年最后一天，咱迄天换做联合的圣餐礼拜。所以如果你若想要洗礼，有想要更新的等等，你会通想讲12月30日，咱迄天要守圣餐有圣礼典，你会通互我知影。咱伫12月30日最后一天。
咱有圣礼典、圣餐礼拜，先甲大家报告者，多谢。请来吟上用的圣诗，圣诗388首，圣诗388首，吟诗请张牧师来祝祷。上帝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天父上帝迄个无条件、无限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、医治、引带祝福，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说，阿门。密祷，无快着，翠姨伫倒位？是张慧瑜的姐姐吼，我为加拿大回来，捌做过咱教会干事吼，翠姨吼，伊已经离开啊吼。
拍子怪怪的，这里拍子怪怪，这里的拍子是。副歌，刚刚副歌有一个地方抢拍了，它是大，对，再次哦。对。我要赞美。你怎么接的啊？在这里只是刷，所以换两和弦而已啊。是你有换吗？你有换成 A 的那个吗？对。大声欢呼是 B， 所以所以是副歌，然后直接接好，第二次的副歌，然后直接接最后一次。一开始啊，对，第二段啊。算了，那直接从我心坚定于你的，这边啊。喂，有吧？这样有啊？喂，哦。我心坚定。我们再一次好不好？我们再一次，我们再从刚刚那边一次。我们直接从我要赞美的，然后接副歌这样。算了，我们从对不起，我们从那个，我其实只要练接，所以我们不会到后面那边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从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 OK 哦，好，大声欢呼。这个鼓先等一下，我跟你对一下，再一次。大声欢呼。我弹错，对不起。我们直接对这个拍子就好。是你是弹你弹一下吧。好，再一次。从大声欢呼。
大声欢呼。好，那你呢？大声欢呼。我们可不可以变成？对，就是，哦，怪怪的，好啊，试试看。好，大声欢呼。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，再一次，你对得到吗？好，再一次哦，大声欢呼。好像可以 ，OK， 再一次，好，大声欢呼。快，大声欢呼。我弹错，再一次，大声欢呼。牛快，对，我唱。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我觉得有一个碎拍没打到，我是这样哦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是，哦，我可以吗？你打看我听听看。大声欢呼。我觉得这样好了，再一次，大声欢呼。好像你哦 ，OK。等一下，我们两个再对一次，大声欢呼。你有多一个音，就是我是不要多一个音，就是我是，我是哒的。好，再一次哦。好，大声欢呼。不用大声。可以啊。好，再一次哦。大声欢呼。对，就是的。你进来的时候跟我的点不一样。对，所以才会多一个音。就是我是。哦，好。为什么突然变那么大声啊？怎么突然变那么大声？就这比刚刚大声1倍吧。是 Jesse 有调到吗？那应该不会影响到这边才对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那个声音也变超大声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好，等一下，那个旭哲在厕所，等一下。直播这样是不是要开外面的音响？有开吗？现在有开吗 ？OK。刚刚声音都 OK 吗？都听得到。好。
我的好像可以再小一点点，因为我现在变合音了，所以我可以小一点点。真的？可以啊。哎，对，那个就是你们下给那个参加演签都是你同没有。我之前分开啊？对，而且我还没签。统一也可以啊。还是以后你同意给他们签？哦，好了，太好了。Jessie 好了哈。OK， 好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好 ，OK， 可以了。那个我们等一下就从那边开始，然后那个 Jessie 你先放到这边先放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听一下第一遍有没有什么就是要调整，然后第二遍把它调整。这样是会送到我手机里，还是你那边可以直接放？哦，好。你们有人有充电的东西？没有统一，全部给老师的钱，只有我跟乔伊的一起。对，你们一堂课一起这样，然后一起只是帮你们处理那个车马费，就是车马费全部会找出，因为他不一定每次有车马，有组长对，但是学校不一样。你说你会传 link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。应该说他其实已经好一阵子了，但是他昨天还前天就是突然然后拉倒，所以就觉得不知道用什么，然后这几天又蛮痛。
不是重点是我们有行程啊，我们行程是对的啊，然后就是他反正就变成说他先去啊，对吧？超糗哦！然后干嘛？然后而且是好像讨论行程是很奇怪吗？为什么？没有，就是应该说她老公也记对，所以她老公的时间，她请假的时候还请就是少一天这样，然后她老公还说白色礼拜一要出发，你请礼拜要干嘛？然后她老公还重请，然后他说对吗？我就觉得礼拜二请，对，然后结论是什么？太扯了。结论是他的那个飞机就是班次竟然是一样。我们对啊，因为就是他基本上同可是我们飞维也纳，而且是礼拜二跟礼拜三，其实也就是说那一趟飞机礼拜二飞过去，马上又回来，然后礼拜三再飞。对，我觉得蛮妙的。对。哦，这样才会。但是都是这样子啊。真的哦。刚刚不是说是飞到那里那么远，然后可能休息了几天之后再回来，就没有，这飞机停在那里要钱，所以飞直接要回来。可是会换一组人啊。当然，人是换的。对啊。哦。所以基本上你每个同一个时间的那个班机都是同样的。比如说你上海、台北固定中午的那一班都是 CI50，就永远都是 CI50。里面的机组人员就会留在那里休息。对。哦，原来这样。CI50。蛮扯的。然后立刻赶快在第一天晚上那个住宿。对。好扯。然后还有一天的咖啡就订错，就是因为我们第一天要去维也纳喝一个咖啡，然后他那个咖啡就订错，就订成他那天，因为他就抢